你知唔知道係時候要做咩啊？肥長官望住佢個阿爸，斯查利，佢嘆氣，因為佢知道上一屆嘅長官會建議佢做一啲佢冇興趣做嘅嘢。乜嘢啊？你應該要請一個助手翻嚟啊！你已經做咗差唔多成2年啦，已經有個助手對你好有幫助噶。我唔需要一個助手。有幫手冇事噶，阿仔。我以前都有大把。你個曾祖父有成3個助手。其實你呢一份工個責任係好大噶，同埋有陣時會好難平衡到個工作量。放心啦，阿爸，我會冇事噶。舊年吓？為不愛得你個紀念活動係我教噶，係你自願噶。仲有舊年你開嘅聖誕派對。乜嘢聖誕派對啊？呢個咪就係我個重點咯。我每年都有開聖誕派對，除咗有1年8着開，但係你1年都冇開過。要做好呢個鐵路營運生意呢，係我首要嘅任務。我今年有計劃到開呢個活動。但係阿仔啊，你要平衡個工作量噶，派一個人開啲活動，跟住你先坐定定顧住你啲效率啦。肥長官嘆氣，捽下自己個頭。好啦，我諗可以試下。太好啦，唔使擔心，我幫到你，我會搵啲人俾你面試，你可以信我噶，阿仔。好啦，肥長官嘆氣，佢個阿爸走咗之後，佢知道今日會有好多嘢做。你有冇經驗㗎？我以前做會計師，但係我知道我自己做緊啲咩，我識得簽文件，我知道呢度需要。你咩意思啊？我個意思係你個鐵路線有好多意外。你做乜嘢想做呢一份工？我問你一個問題，邊個想搵錢啊？我錢綠色嘢英鎊，信我啦細路，同我一齊嚟發達啦！你可以幫到我啲咩？我推銷嘢已經有成20年嘅經驗啦，我係1997年最好嘅推銷員。你唔係住喺個車站後邊嘅垃圾鋪咩？肥長官講：你係咪喺度玩嘢啊？做咩啊？你話要人幫你計劃開活動嘅，我可以幫你計劃開活動。呢度係一個鐵路線，唔係馬戲團。你套卡通片唔係咁講噶喎。頭先點樣啦，阿仔？肥長官好攰咁望佢阿爸。全部都唔得啊！第一個冇禮貌啦，第二個係一個流浪漢，第三個直情係一個小丑。唔好咁啦，Richard。我同你講咗，我唔需要一個助手。Richard，你唔好放棄啦。我已經唔想見過下一個人啦。Richard，做咩啊？你個秘書要我同你講，安妮喺維金斯坦被警察扣留，因為佢手上收埋咗一啲違禁品。肥長官感到羞恥。唔好啊，又要簽文件。如果你有個助手，你咪唔使簽咯，阿仔。佢知佢阿爸講得啱，佢出圍行過去嗰等候室，佢見到有一個着到好斯文嘅女人。你有冇經驗㗎？冇乜。我啱啱先喺波斯福德大學畢業，同埋波斯福德大學，我以前喺波斯福德度讀。真嘢？你識唔識得簽文件㗎？呢個冇問題。你有冇支筆啊？有。我估唔到我會咁講，但係恭喜晒你，我請你。咩話？下個禮拜一將會係你第一日返工。多謝晒你啊！係啊，恭喜晒啊！你叫咩名啊？做師愛登士。